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去中国访问，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官员见面。《华尔街日报》第2号的报道指出，讲美中的会谈是非常关心台湾的总统大选。中国方面嘛想要了解华府对台湾选举的立场，嘛暗示讲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政治立场，恐惊会互台海的情势愈紧张，嘛影响到台美关系。布林肯是回应强调讲，美国政府对台湾的选举立场中立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访问中国，连续见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、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甲外长秦刚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台湾总统大选是会谈中的焦点议题。中国方面官员向布林肯关心，华府对台湾大选的结果是毋是有既定利益或者是立场，也直接被问讲是毋是甲民进党看作是朋友。 甚至暗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政治立场，恐惊会加重台海关系，进一步损害美中关系。布林肯伫咧回答的时阵，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，强调伫台湾选举期间将会保持中立，未做任何干预。外交部对于相关的报道没有任何评论。对此，咱方正低调。 因那《华尔街日报》也报道，美台官员正伫咧讨论赖清德8月要去邦交国家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时阵，会当过境美国，可以无受副总统身份的限制，甲其他参选人同款，了解甲美国方面的合作。不过，总统府甲赖清德办公室拢讲，目前是无任何出访的计划。中国一直认为美国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，有这么一种既定的看法，所以为什么？ 他们也想要借布林肯到访问北京的时候呢，之一，中国因为他关切台湾内部的选举，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也会希望他所希望的人当选。学者认为，中国就台湾选举的问题想要套美国的想法，就知影台湾怎么是伫咧美中关系的核心。2024次大选才是美中紧张情势上大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